遊戲比賽項目扎接豆袋。開始。快啲！好，呢個聽嚟好好啊，做得好好。持棒圈圈，正式開始。二人一組，每組共有5個膠圈，輪流拋出5個膠圈，拋高啲，拋高啲。邊一組穿得膠圈最多為之勝出。好，調轉。開始。好，加埋3個圈。1分鐘跳繩，每班派出3位代表，2位下數最多嘅學生嘅數量加埋就係該班成績。轉呼拉圈。好啦，我請問各組預備好未 ？Ready go！3個圈都要過晒終點啊！希望今年遊戲比賽，無論小朋友同大人都玩得開心。拜拜。